大家好，欢迎收看2礼拜一摆的代志挂大条，我是苏晴。咱讲到全世界规模排第4、亚洲排第1的台北国际册展，今年佫因为疫情取消展出，出版业者是连续2档受到影响。国际册展是改用线顶的方式进行，嘛有直播论坛、讲座啦，和民众做伙参与。安尼变化嘛带动一寡出版业者和线顶社群合作推展数位转型哦。虽然讲今年的册展大型册展已经取消了，但是大家嘛免烦恼传好的钱无地开，因为刷落来有真侪单位当咧安排和出版社联合举办小型册展哦。台湾文学馆规划的多元语言族群对话展览，原本要伫台北国际册展展出，即马刷来台湾文学基地，导览员阿文用5种语言小解台湾正多元的语言历史。生活中有一寡人甲咱讲同款的话，嘛有一寡人甲咱讲的话无同款。除了静态展览，也有19场的讲座，有原住民语、客语、台语等等的主题，展现台湾族群共生的多元语言环境。另外，文学基地嘛免费提供场地给出版社，为1礼拜5开始举办读册无休困的活动。有历史，嘛有文学，嘛有囡仔册，嘛有翁仔册，嘛有杂志，内容是真正的丰富。总共有16间出版社会来参加，欢迎大家这个主办会当来遮，甲大家斗热闹。台北国际册展因为疫情取消，但参加展览的出版社早就拢准备妥当。加在有真侪单位提供场地，已经规划好势内容，才通好展出。这个台湾文学基地，它其实就主动的释出这个橄榄枝，那对于我们这些快要溺水的出版社们，其实都非常有帮助。然后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店跟活动空间，其实都有提供出版社这些免费的活动的场地的使用，让出版社规划活动之后，还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露出，不会损失太重这样。老丁讲嘛讲，即便台北国际册展熊取消，参加的出版社拢袂负欢迎。目前虽然阁有讲座和线顶展览，不过已经取消的实体册展，线后要安怎处理？嘛毋望主办单位甲政府会当有相关配套的措施。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最近桃园1号胃病事件，互医护人员经架头的压力是变愈重。社会大众送各种物资入去病院，表达对医护人员的不甘甲支持，看到实在足甘心。其实，伫这年外发生疫情的时间，真侪公益团体也阁有庇护工厂，嘛因为疫情的关系，收入减少真侪。无的确，大家当参考看卖，以减利个做爱心的方式哦。拍开冰箱，内底空空，原来早就已经无法度使用。毋那冰箱，另外一边的电风箱。原底有2站，即马剩下站会使含放。老师无奈表示，器材还去，但是阁无钱通好修理。对，刚开始就是买那中古的来的，然后这边又已经是差不多8年了，所以它的温度都很不稳定，常常烤了那个明明是设200度，它就往上飙，然后出来东西都黑了，然后学生的话你就更不放心让他烤。这间庇护工厂在地经营7档啊。除了训练身心障碍者的工作能力，也提供膝头。过去经营就足辛苦，即马面对疫情影响收入，国部长才向外口讨救兵。后续一个当然就是人力上，我们看怎么去做精简。但是人力精简毕竟还是有个限度，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对，那再来就是成本上如何去做考量。来到餐厅，学员认真切刀啊，暗过详细甲看。店内煞一个人客拢无，疫情冲击各行各业，外界爱心关注也比往过减了真多。因希望大家通斗3工，就因度过这届难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历史上的争议自咱细汉到大已经30档咯，虽讲6档前已经停工，建厂执照嘛伫今年10号，不过只是迄定的人士提出公道案，看是毋是定个上转。中选会按算伫今年8月举办全国性投票，大家敢也会记2018年的公投选举，迄时阵真侪人到最后拢无啥咧抄别人的，甚至投完票才发现无毋对。
当初有通过反对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以及废除电业法中，核能发电设备应该伫民国114年之前全部停止运转的条文。安尼听起来是毋是淡薄仔矛盾咧？即便环保团体也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公布核市场地质，也佮有动地动程度的调查报告，互民众了解，通好做一个判断。风厂停工要6年的核四发电厂，争议30几年。环保团体2日召开记者会表示，核四厂的建厂执照已经伫咧去年底到期，不过今年8月却阁有要重新启动核四商转的公投，因批评这根本是浪费社会和政治成本。到永和方式上，他们不断的去宣把核四讲的好像很新，好像可以随时打开一样。但我们从原能会的网站的资料、监察院的许多的报告、纠正案，甚至法院的判决，我们都可以看到核四事实上有非常多的问题。福岛核灾之后呢，立院有要求核电厂重新再去调查它周边断层对于核电厂的影响。从马政府时代就已经做到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布哦。环团表示，2019年监察院阁捌纠正台电和经济部爱因量早公布断层对核电厂的影响，不过到达拢无相关资讯，有伫咧闪过心灾嫌疑。不过商转公投的发起人表示，核四厂实际上已经完工，即阵只简单欠运转的执照。那反核团体现在就是抓着说因为跟执政党勾结在一起，然后建厂执照到期了也不予以延期，然后现在就说到期了，所以公投也不用投了，这等于是没收了人民的民主的权利核四厂争议经过哪历执政时期，到底要重新启动无？今年8月就阁爱经过一届的民意考验，环保团体呼吁政府爱伫咧网站设置专区，公开核四厂的地质耐震程度的调查报告，让全民伫咧公投进前对这项议题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记者阿明经常随台北报道。去年底有外国公司公开一段趣味的机器人跳舞影片，看到，互我想到《乌镜》影集内底其中一集是感觉真恐怖。那咱台湾机器人的开发甲应用嘛，豆豆出现伫生活中，像是有一种语言功能的导览机器人，也有模仿咱人即个手动作的机器人，以及加强病院防疫的消毒机器人。看到即寡台湾制造的机器人，我就感觉足安心的。蓝色的喷头会当正平倒平洗，对手环顶较厚连病毒的所在做消毒。这是新光病院甲台湾大学合作研发的防疫机器人，会当利用遥控设定路线来消毒，减少人工接触到病毒的风险。最好的情况就是说，在不使用人力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的空间可以做自动的这个消毒。那针对一些定点，可能病毒量会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冰箱的把手、我们门的把手，甚至于是我们的电脑键盘。这台智慧机器人会使针对较细的所在机动消毒，阁有侦测系统，会自动闪过人甲物件。若是范围较大，阁有另外一台气化装置，对室内做大范围的环境消毒。这个其实在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公司已经在实行了就是说能够结合系统，让它顺存整栋建筑物、整个卖场的消毒。这两种消毒的机器，拢是甲利用化力气化，也是用喷雾的方式，甲消毒范围提升到规个空间。新光病院感染科的主任嘛表示，目前疫情严重，病院感染源的管控是即马爱注意的重点。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最后一条。稍等一下，确定即马要讲这条吗？要过年啊呢？各位观众，如果你身躯边即马有时代，甲你做伙看，建议你会使先切掉。若你本身就是时代的话，大家都是顺其自然、平安健康就好啦。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顶个月邀请专家学者讨论台湾人口负成长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警告，因为疫情加上每年拄着好年的关系，所以台湾人口面临着敢会使少掉16万人的这个关卡。有学者建议政府爱加强生育政策，若无20年后，台湾可能会面临着人口无够和结构老化这两种危机。
华山文创园区有真侪家长带囡仔出来散步，望到袂少家庭囡仔拢干那生一个娘娘。因为也不希望说把全部的生活都是在小孩方面，因为自己还是有自己的人生。有人认为饲囝重质无重量，也有人对大环境要请养囡仔，感觉压力真重。就是经济压力太大，就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关系吧。工时可能比较长吧，那我们是还有后援，那可能不见得每个年轻家庭都有后援。民众的想法反映伫数字顶悬。去年内政部公布台湾的出生人口数只剩16万个，搁比死亡人数17万3较少，出现负成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22号举办座谈，有学者指出，今年因为疫情关系，结婚的人少，明年过好年人口数会搁较少。今年情况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去年的结婚量，去年比前年又足足少了12000多对，大概10%，这个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落差，所以今年生育量大概是16万的保卫战。每年的人口成长，拄到16万人，敢会使收条的关卡，安怎推动生育政策？学者表示，少子化伫这个阶段已经是国安问题，少年辈的观念改变是其中一个影响。政府的政策强度是另外一个，若无做改变，伫2040年了后，将会拄到人口数甲人口结构减少的危机。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以上就是第一集的代志挂大条，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捧场，请大家帮阮起赞分享。最后先甲大家拜年，祝福大家2021年牛到赞！放假期间，买记食洗手、挂嘴安，咱年后再会哦。